活力大灣區，魅力新廣州。大家好，我而家喺廣州市荔灣區嘅粵海關大樓 A 睇。魅力大灣區，活力新廣州。我而家喺廣東省廣州市，而家喺我面前咧係我哋嘅廣州塔。活力大灣區，魅力新廣州。我身後就係嚟嘅中山大學牌坊。活力大灣區，魅力新廣州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廣東省廣州市嘅列德大橋。活力大灣區，魅力新廣州，歡迎嚟到越秀山。咁喺我身後咧，呢個就係小象啦。活力大灣區，魅力新廣州。大家好，我而家喺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嘅廣東省博物館呢度。活力大灣區，魅力新廣州。我現在在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的廣州大劇院。活力大灣區，魅力新廣州。我哋而家嚟到嘅係廣州嘅海珠區，呢個就係我哋嘅珠江河、母親河。魅力大灣區，活力新廣州。我而家喺白雲山。活力大灣區，魅力新廣州。歡迎大家嚟到廣州荔灣區13號批發市場。活力大灣區，魅力新廣州。我而家喺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花城匯。Welcome to 廣州。